全國運動會由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，除咗賽事精彩緊湊外咧，我認為今屆全運會咧意義重大。第一，開幕式展示嶺南文化。我日前咧獲邀到廣州出席全運會開幕式，整個典禮非常精彩，更展現三地共有嘅嶺南非遺傳統同埋咧文化淵源，例如詠春等傳統嘅武術，三地歌手分別合唱等，同時咧又將中華傳統文化同埋科技創科結合，例如咧利用科技將2000幾年前嘅古嶺南地區古代樂器復原原音等。第二，提高香港人運動意識，體育運動可以強身健體，同時咧係凝聚民心。相信近日嘅全運會賽事，大家都好關心。好似香港男子手球隊喺主場作賽，吸引大批市民買飛入場，同埋透過直播支持打氣，最終咧奪得第4名，創下全運史最佳成績。嚟緊嘅劍擊、場地自行車等賽事咧都會喺香港舉行，目前咧仍然可以購票。我鼓勵大家咧繼續支持港隊入場欣賞盛事大賽之餘咧，更加重要係喺主場為香港運動員打氣。第三，凸顯粵港澳一體化。今屆全運會首次由粵港澳三地合辦，廣東省唔同嘅城市，香港同埋澳門分別舉辦唔同比賽，例如劍擊、男子手球、7人欖球等就喺香港舉行。而公路單車賽咧更加係跨越粵港澳三地嘅賽事。今屆賽事可謂咧凸顯粵港澳三地血脈相連，體現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同時咧亦向外界展示大灣區人員、物流等高速便捷流動。日後不論係推動體育共同發展，定係科技數碼化等不同嘅領域咧，亦都可以促進大灣區一體化。全運會下星期5 21號閉幕。期間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賽事舉行，每個電視台咧都有直播唔同嘅賽事，希望大家多啲留意，支持香港運動員。請大家留言、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